中介可以幫你一次性補繳社保，好多人已經上當受騙啦。養老錢就變成諮詢費，以下呢啲套路你一定要小心。近日好多街坊反映，因為被一次性補繳社保廣告吸引，中介聲稱只要你一次性支付幾萬蚊啦，甚至10幾萬就可以補繳社保啦。最後呢啲咁黑心嘅諮詢公司一定係辦唔到嘅，佢亦唔會全額退款，甚至有啲仲人去樓空，業務員失蹤，錢款去向不明。被呃嘅人都係臨近退休養老人員，而且個人數眾多，涉及金額巨大，幾百個老人家養老錢一夜蒸發，仲有好多人員都未到公安機關報案添。仲唔知道自己交錢間公司經已走佬，哎呀，每個月仲準時等住補繳成功嘅通知到嚟。呢種騙局其實早幾年就已經出現，點解咁樣嘅騙局能夠讓嗰啲騙子屢屢得手呢？今日我嘗試同你解釋下咁嘅騙局。而家睇緊我哋視頻嘅朋友，你真係要點讚我轉發出嚟。一次性交10幾萬對一個普通家庭嚟講已經係一筆好大嘅數，可能係佢半世嘅積蓄，係慳食儉用積落嚟嘅養老本，你嘅一次轉發可能就挽救到一個家庭嘅養老金嘅。嗱，唔知道你有冇刷到咁樣嘅視頻，或者見到咁樣嘅推送廣告？社保要升價啦，政策越嚟越緊啦，最後窗口期再唔補交就永遠領唔到養老金啦。我哋有特殊渠道，你可以一次性補繳。你聽到呢啲話，尤其差唔多退休年齡嘅啲阿叔阿姨一查發現自己社保係真係未繳夠年限噃，心急。萬一臨門一腳又要延遲幾年先俾我退休，咁我先攞到退休金，我真係點算啊？再萬一，哎呀，我都唔敢諗啦咁。嗰啲騙子咧太懂呢種焦慮，所以專門就急住嗰啲差唔多要退休嘅阿叔阿姨落手，因為而家全國各地嘅規定其實都唔一樣，有啲地方能夠補，有啲係真係唔可以補。騙子就攞住呢度做文章，佢聲稱可以通過特殊嘅渠道啊、使錢買年限啊等等違規嘅辦法去辦理補繳，要求你一次性支付天價手續費，仲打包票包辦補繳，唔過就全退。第二種，通過偽造勞動合同、虛構勞動關係等等非法手段，以代繳社保、掛扣參保為名收取天價手續費，從18000到156000不等，並且要求你一次性俾晒，謊稱可以通過企業掛扣形式辦理參保繳費，並且正常享受退休嘅待遇等等。實際上通過偽造虛假社保繳費憑證騙取錢財，並未實際繳費。通常呢啲咁嘅服務諮詢公司辦公室通常會租喺啲高大上嘅寫字樓，天河啦、珠江新城啦，睇上去哇，呢間嘢好正規模、好靠譜，甚至佢哋嘅營業執照都係真嘅，唔單止個合同正式，仲可以同你開發票。當然啦，無論係點樣嘅補繳形式，最後結果當然係租約到期佢即刻走佬，業務員集體失聯，人去樓空。咁點辦啊？我點樣防範啊？其實都唔難嘅，記住啊，第一，唔好輕信廣告。補社保呢係俾國家交錢，唔係交去公司。社保補繳應該直接揾當地嘅社保局或者人社局，一定要通過官方渠道辦理。真嘅係補繳，亦都要直接交到你個人嘅社保賬戶，冇可能將啲錢係交俾某某公司嘅，收取什麼服務費，更加唔存在什麼包辦。第二，一次性交錢你要醒目，正規補繳咧通常需要符合政策條件，你急唔嚟嘅，你唔可能隨便交錢我就可以搞掂。嗰啲話能夠搞掂嗰啲走捷徑嗰啲，擺明就係個坑啦。好啦，最後提醒下各位為人子女嚇，得閒你同臨近退休啲爹哋媽咪宣傳下咁樣嘅騙局手段。如果突然間你發覺老豆老母要取大額嘅存款，一定要問攞嚟做乜先。根據報道，目前嚟報案嘅受害者恐怕冰山一角。我哋喺度提醒各位老友，自己最近有冇相似嘅補繳經歷？萬一不幸經已中招嘅老友，你嗱臨帶住合同轉賬記錄去派出所登記報案。而家啲母子叔叔已經成立專項調查組，因為越嚟越多人報案，多人報就容易追翻你嘅損失。轉發俾你身邊即將退休嘅親人，你嘅一次轉發係挽救一個家庭嘅養老錢，仲係呢個家庭嘅未來。